一笑就要 P 相，而家唔使啦。之前箍過2次牙，結果都唔係好滿意，仲有啲咬合同埋黑三角問題，成日心思思想再整靚啲牙。今次我揾咗香港透明牙套品牌 Binny， 佢哋嘅方案直中我嘅要求，專攻前排牙齒簡單快捷，完美解決我嘅問題。Binny 提供免費 3D 口腔掃描，診所位置鄰近地鐵站，好易揾。根據 3D 掃描嘅結果，牙醫好鋪咁樣同我分析點樣矯正，亦有詳細解釋可能遇上嘅風險。1對1嘅箍牙諮詢令我好安心。收到透明牙套之後，只需要按住牙套包裝上面嘅編號戴牙套，牙齒就會慢慢變返整齊。全程牙醫跟進，最快6個月牙齒就靚晒。升級埋市面上唯一嘅 Binny Care Plus 終身笑容保養，日後如果出現牙齒走位，都可以免費重啟療程。而家經網上預約就可以免費體驗 3D 口腔掃描，由醫護團隊即場分析，幫助你喺正式箍牙前充分了解口腔情況，check 完再決定箍定唔箍。